你们想好吃什么了吗？豆腐鱼怎么样？鲜甜咸甜的啊，吃鱼刺最多了，要不去吃螺蛳粉吧？没问题，我都可以。行吧，好，我去补个妆，你们稍等一下。你有没有感觉小红这个人有点过于自我啊？怎么说？她很多时候都只考虑自己啊，完全不会换位思考。就比如，你这么说，她的确有点过分，但是她那个人心眼不坏的，我是不想继续处下去了。要不以后我们俩玩吧？别这样，小红知道会伤心的。行吧，那当我没说。这个电影评分很高哎，要不下午我们一起去看吧？哦，这个我前2天跟小红去看过了。那你们怎么没喊上我呀？你那天刚好在准备英语4级，就没好意思打断你。走吧，我们一起去上自习。你先去吧，我和小红还要去图书馆借个资料。那我跟你们一起去呗。不用了，图书馆人太多不太好。是，我跟他去就行了。宝，手机别忘带。嗯。